不过是不好过吗？这野兔我还能玩玩。那时候不能都俺们拆啊。但把这些割好用。要自己个拆了那就让人不做了啊。现在要叫母说是那几的小太极那种做的。那做的。要多少？那nó过生日秋那得了酒还那个呢？这个家过去得累了。过累嘛也不也过累哈的，但嘛过了生日那天得要过在一些。在呀，可怎么在的？说人家就说那个就会搞人家才干呢。搞你们这才干呀？真没为了叫啊，之前他们没动，还搞了半亩的，不到我岛上多少钱？或者说我可以个加过手，这就没有说了哈了。弄个是叫也都叫去过来咯。那我得都应该还过去得累哈的。对的，过休息息，那就还过得累呢。过说得得呢。也过得累。这个过休息有那点嘛，这还蛮难，过去得累。人干了没得的铺刷，但是那边走动嘛，不断了，就不断了就给的单，就上多少个到，最后就过去都不去抢了。人家这个干么做？这个拿还有这个，然后给人干个都我。要么老几这么一说就过来一道没有。到了时候过嘛，我多记着。我说这也没了，没过来叫记这个也打都看好，那打老哈。我没得看记着都这个没搞不着。也不点嘛，啥的记脑袋那个吧。我好给了，然后呢，那个也没有。我怎么等这叫记着，这就。也做到过了，人家说过一下的呢。那个是在偷看个哦。什么点啥的没记脑袋